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他是耶稣，所以预备好你的心，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他，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我们从头再来敬拜他。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以你生命，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
是主，一起来敬拜他。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在主面前安静。仰望他，单单的把你的情感、意志、思想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释放我们进到自由里面。他是耶稣。我们再次来敬拜耶稣，以你圣名。耶稣以你圣名，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安静伫上帝的面前来祈祷，只是要叫咱大家先安静心，为着家己来祈祷。亲爱的主圣神，感谢你，互阮会当安尼真安静，到你遮来聚会，到你遮来礼拜来亲近你。亲爱的圣神，真侪时阵，阮无法度来时时叫袂着你。不过，阮知影你是上帝，阮是你，帮助愿意顺服你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教示阮会当安静来听候你，感谢你。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只是也是咱大家来唱一首歌，有相信教示阮听他们的声。听着我的听着我的爱你。
耶稣较喜欢你，伊的阮的需要来听他伊的声。这是咱三角来看这个圣经节，是第诗篇145篇18到19节，咱会当用华语来读。1、2、3，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咱个读一摆好无？1、2、3。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伫这段经文的内面，诗人有安尼的见证，伊讲。伊若对心中发出的真诚实、真实的祈祷，上帝就含安尼发出安尼祈祷的人来亲近。诗人嘛安尼见证讲，伊若伫家己的需要内面，犹原是
真心来敬畏耶和华的，咱的主会应允一款人的祈祷。所以邀请咱大家更较侪伫主面前来诚心来呼求咱的人宝贝。只是咱邀请咱大家来唱，弹我的手一首歌，咱三脚来呼求，主要是帮助咱。只是为着家己的信心会当家己的信仰会当互圣神来光照，伫圣神面前来认罪来祈祷，嘛求圣神来教示阮，伫今仔日的祈祷会当安怎来你来困求，阮为着家己的信仰来安尼祈祷。
所每一日，阮拢需要你的宝贝来甲阮仰靠，来诚做阮的保护，互阮伫真侪家己心内的控告，也是对歹无好的声音来甲阮责备，也是有真侪外在压力在攻击阮每一个人的心的时，也是伫家己的情绪，也是伫家己的生命有真侪烦恼，也是身体有病痛，搁有真侪我无法度来控制的代志的时，最后说求你的宝贝来甲阮保护，也靠阮，互阮入入家己的本族的内面，有时无法度来敬畏你的时，有时无法度来领受到主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虽然阮有辛苦，毋过阮的活命多多是伫你的面前的时。虽然说求你教示阮安怎伫你的面前来顺服，安怎知影你的旨意是行伫阮的生命中，就亲像行伫天上共款。最后说求你帮助阮会当看见家己的罪恶，知影要安怎来向你来祈求，向你来求讨。主圣神，求你互阮的心会当安静伫你的面前，来靠无你会当来牵阮每一个人的手，来行过阮生命中上界困难的所在。亲爱的主，阮知影你是有真大的疼痛来保护阮每一个人，因为你创造天地，你创造牛海，来互这个世界会当运作。你嘛创造阮身边有真侪好的兄弟姊妹来甲阮扶持，嘛赏赐阮每一个人有家庭，会当养受阮大汉。所以主要说，求你互阮的心会当向你来拍开，就拍开你所，就看见你所赐是有真侪的福分，是安怎伫阮的心中来成就。主要说，互阮的心会当开始向你来祈祷，向你来搁较济来祷告。主要说，阮较无你的生命是搁较济伫阮每一个人的人生中来彰显你的大quyền来，搁有你的大能力。感謝主，安尼祈禱攏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求主看阮的手。
伊是阮家庭的大看叫，伊阁是阮每一个家庭的主，是阮生命的粮啊。求主保守阮的灵体，圣洁伫你的面前，并时常提醒阮，伫家庭中间敬畏你的模样，互每一个家庭厝内人拢乐意甲阮来到你的面前，对着阮一路甲你同行。恳求主，互阮更加大的信心，常常为厝内人的平安、健康、教会兄弟姊妹来代祷。求主以你供应，互信你的拢无断着恶人的事。愿你丰盛的恩典，愿拢名是二声稳上加温。感谢主耶稣，你的保护为阮来留，洁净阮每一个人的心。你的大能的维护，医治阮的身体。你圣灵的头发，互阮来得到自由的生命。愿伫遮献上阮的感谢，愿来恳求祈祷拢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咱进入到第三阶段，伊都为着社会国家的平安来代祷。是阮的期待，阮感谢你，你知阮的欠缺，赐了稳定的雨水，互欠饮水的阮的即个困难得到化解，阮的需要得到满足。伫大雨中拄着灾难的，恳求主你的能力，也感谢你，伫即礼拜的总统甲政府官员团体的就任仪式顺遂的人时，恳求主伫未来的每一日，将关怀百姓6项的事务。带领国家通过国际口罩的目的了解，差派使者来扶持阮上帝的领导者，互即种交管者有谦卑的心，为着维持即个岛屿的和平进步来拍拼。也伫武汉疫情中间，因为全面的配合，做伙来遵守政策，互阮生活伫平安的环境中间，我向你献上上帝大的感谢。今日是大山生活纪念周日，这是培养原住民工作者甲事工人才的所在。朋友的工作需要有水源，朋友的时间需要有人工。参加扶持、传扬上帝道的福音，互相来配合关怀，将主的听出去、讲出去、做出来。实实在在是凭，阁有谦卑顺服的心。宣告是每一个兄弟一生的调命。照主所赏赐的恩赐，阮来执行家己的责任甲任务。恳求主帮助阮，无野心，有气力，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真名。感谢主，虽然咱这人所生活的环境，搁有社会有真济无法度完美的所在，毋过上帝有愿用伊的大气力来互阮的生活有真济水，搁有善良来保护阮，互阮有自然，搁有社会有处事在运作，互阮周围有愿意会当相甲扶持的兄弟姊妹，甲咱做伙，保护阮每一个人伫这世界的性命，有机会来认捌上帝，来享受伊的同在，为着上帝每一日的供应，咱来乐乐。我。
将过去了后，我会当恢复回来聚会。主啊，我要学到你的名无煞。主啊，我要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听来吸引我，互我会当来到教会来敬拜你。主啊，敬拜你是阮生命中上大的祝福。主啊，我要去掉这个祝福，一生来分对主你的脚步。主啊，我若要恳求你帮助我，互我用今仔日的敬拜内面，互我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你。主啊，柔软我的心，谦卑我的心，互我伫敬拜内面会当更较侪来领受主你的祝福。主啊，恳求你也来祝福来到今仔日为第三城市台个来信牧师，互伊内面所分享的信息，诚侪阮兄弟姊妹的帮助。主啊，互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会当有新的力量来诚侪主你欢喜的喜悦。主啊，我若恳求你帮助阮教会的纠正，阮的牧区，也是阮所有从主耶稣设立的每一个团契，都为着主你的平平的祝福甲看顾。主啊，赐落甘心合意谦卑的灵，甲团队伫阮的教会内面，互阮所做的每一个计划、每一个计划，毋是用阮家己的智慧，实在是用主来的智慧，实在是靠主你的圣实的引带，互阮的教会行共一个主欢喜方向来进行。主啊，感谢你，谢谢你，恳求你大大祝福阮的教会，伫疫情渐渐过去这个时阵，搁一摆复兴阮的教会，搁一摆互阮的教会请做一个祝福别人的教会，祝福社区的教会。主啊，使用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真正活出你的芳气。我咱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这时候请咱大家起立，咱三大用富强教会的宣告祈祷来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保护名下，各化离换富强教会甲所有会友亲人三在业的里，以阮来四周围去做属灵的成就，这海题材保护阮。求你圣神更借阮富强教会，看见家己的破壁，无用更撒旦，叫阮大家姊妹的心中有任何攻击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喜乐、平安、上天的平安，甲你的顶牌放开，叫我富强教会甲这些兄弟姊妹的心中，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伊无限的恩典甲听堂内底，咱搁通三甲组织伫教会，咱要同心用祈祷、用吟诗、用敬拜来感谢，因为主的听是靠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也甲咱线顶所有的兄弟姊妹同在，因为伊的恩典从来毋捌失落过。感谢主伫过去每一天对咱的保守甲看顾。因为你有感觉，因为真捌主，诚做是你我一生上大的福气。各位兄弟朋友，你有感觉到无？你有感觉真捌主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气无？感谢主，只是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唱出这首《真捌你》，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
帝的信心，甲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啊，咱线顶的所有咱的兄弟姊妹同在，只是要邀请你，为着你真捌的朋友，啊，久无看到的朋友，咱富强教会的会友，你所真捌的，你为伊提名来祈祷，望上帝信心帮咱感动伊，啊，会当一来到咱教会，甲咱做伙主持，咱若看见边仔有出一个空的位，望上帝信心感动，侪人会当做伙来到圣殿，咱做伙送啊敬拜，咱做伙开声来为着你所真捌的人来祈祷，好无？感谢你，因为一摆你是阮一生当中最大的福气。主，因为你是听阮的每一位人的上帝，你也知阮所欠亏，你也知阮所软弱。主，你捌讲，伊若都苦悲重担来到你遮，你要互阮得到安息。主，恳求你会当保守准，久久也袂来到阮中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因的惊吓，因的烦恼的遮兄弟姊妹，主你的信心甲因同在，互因心内真正瓦靠主有平安的心。也保守，看到最最抗议啊，也有最最人还袂来讲三个主持的主，恳求你信心感动因有行动，感动因的脚步会当紧紧来到灵魂当中，讲三个主持敬拜你，因为主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有深深感受到，真捌你是遮尔啊福气，遮尔啊有幸福的代志，主感谢你，感谢你听阮安尼祈祷的声音，真捌你。我心安静。
互阮有即个福分，伫你的圣日来聚集，伫你的圣殿，同心聚集，同心敬虔敬拜你。主，阮搁一遍确认，阮是你所创造，你创造即个伟大的工程，伫即个宇宙，伫即个世间，伫人类的身上。主，阮要用骹头舞跪拜，用感恩的心来就近你，也要学习认捌你，通行伫你恩典的道路。你的教示，你的准则，你的公义，你的和平甲疼，互阮做伙来学习。阮想活伫上帝你丰盛的生命的中间。感谢你带领阮今仔日的聚会，愿阳光拢归伫你，愿你的疼大大赐落伫阮众人的中间。今仔日是玉山新人院的奉献主日，感谢你带领那么以信牧师来到阮中间，要分享主你的话语，来开帖，来劝勉，也来指导阮。愿你圣神亲自成就，互阮逐个人拢有水的领受。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请咱做伙用启文来启应。启文第61篇，启文第61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恁这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结合，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创造宇宙的主宰，阮伫天里的爸，阮献上感谢甲学乐，全地拢要来敬拜、唱歌、学乐你。感谢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也替阮陪伴五国，阮也参恒满意的交，修平伊的灵，互落水，互水落伫土地软软，山头也用欢喜做大来下，草埔也用羊群做山来亲，山谷也用五国来做皮来夹。阮献上阮的一生，互你来掌管，互阮经验到上帝即款大的业力。即时，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求你手术启示伫牧者团队甲中职的顶面，互阮对教会的远景有明确的目标，
发展的策略，扩展阮的境界，提升阮的视野，有坚定认真的态度，互你的福音伫即个所在来得到广传甲兴旺。阮即时也为着心灵软弱、身体有病痛的兄弟献上阮的祈祷，也将因的需要摆咧主你的面前。你是耶和华拉法的上帝，是赏赐人心灵平安的上帝。求你用你大权力的圣手，借着你的旨意，互心灵软弱得到安慰，病痛得到医治，充满平安喜乐伫因的顶面。今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求你感谢你也差派你的牧者，伊要用圣经的真理来教导阮，互阮知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也祝福这间学院，满足因的需要，伫训练、栽培，搁较侪传福音的使者，也祝福这间学院每一档的教育的经费，拢接到伊所求所想的丰富，加添互因，互学院一切的运作拢会当顺利。亲爱的主，阮也将阮所有的感恩祈求，拢摆在主的面前。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求受上帝为咱掀开圣经，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耶稣伫伯大尼麻风病人的西门的厝底坐倒食饭的时，有一个妇人人来，摕一罐玉盘，内面滴满纯搁贵的那达香油。伊讲破玉盘，将香油倒伫耶稣的头壳顶。有一寡人真受气，互相议论讲：那着安尼浪费香油，即罐香油会当卖300外的银来救济山车人。伊就甲伊责备，毋过耶稣讲：毋通甲伊动，若甲伊刁难，伊有为着我做一项好事。不是有山车人甲恁做伙，恁若袂，不管是拢会当帮衬因。毋过我袂不是甲恁做伙，即个妇人人已经尽力做了。伊先用香油抹伫我的身躯，准备我的埋葬。我实在甲恁讲，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甚物所在，人拢会讲起即个妇人人所做的代志来纪念伊。咱先去读到遮。接续咱请圣歌队来献诗。主
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为基督做一件水的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感谢主吼，因为咱即几日拢落大雨啦吼。有诶兄弟可能厝里附近深受淹水吼，高雄淹足厉害，所以上帝怜悯，互咱今日礼拜日拄好，即个梅雨拄小可停小可，听讲明仔载要搁落雨。互咱兄弟今仔日会当真顺遂来敬拜上帝吼。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诶奉献主日。新学院特别有差派新学院诶，即个教授就是因研究院诶，即个所长就是南某一信牧师来咱中间要来甲咱用主诶话来分享也要为着玉山新学院来甲咱请安邀请咱大家来斗关心，也来做斗奉献安尼有人是甲伊叫做南某以信牧师啦，有人是甲直接甲叫做以信牧师以信咱教会嘛有一个叫做以信的以信牧师呢，伊本身是阿美族阿美族的即个出身你看伊的身材拢足悬，阿美族甲泰雅族拢体格拢足好我伫几年前有甲以信牧师做伙伫总会总会有一个即个历史委员会，阮有做伙同工所以进前有甲以信牧师有熟识啦伊本身嘛是教历史这方面的专业伫即个玉山新学院玉山新学院是伫花莲的所在，咱较少去毋过最近因建设一间大楼足水嘛足欢迎咱兄弟有闲去到花莲咱要去住民宿来去住玉山新学院嘛真好以信牧师呢，伊要用主的话来勉励咱实在请安为基督做一件美事因为本身伊台语较无遐尔练转啦所以可能直接用华语掺杂台语安尼咱只是用拍拍声来欢迎伊，多谢来谢谢以信牧师。萨利卡伽马布隆平安。兄弟姊妹平安。假使今仔日透早我用我的母语来讲道我相信敢若上帝听有啦所以上帝的作为真的很奇妙如果我们从创世纪在巴别塔，他因为语言的问题，他把人类把它分开，一个族群一个族群，然后因为十字架的关系，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用在这边有不同的族群来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我就想到，在20世纪，就上一个世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很伟大的人，对世界很有贡献的。可是呢，对我来讲，让我最敬佩的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史怀哲。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30岁以前就已经得到了3个博士的学位，哪3个？哲学、音乐跟神学这3个的博士学位。那他只要用任何一个博士学位，哲学的也好，或是音乐的，更是音乐的我们知道在欧洲很有名的那个巴哈啦莫扎特，他们用音乐，他们可以过很好的生活。所以如果他用一个博士学位，他在欧洲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呢，他可以过着荣华富贵，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但是这一位非常有学识、有才能的学者，他竟然自愿到非洲非常落后的地方做医师，来照顾那一些贫穷的黑人。那在现在的加蓬国的兰波雷尼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很潮湿的丛林，它建立了很简陋的茅草屋作为医院。那简陋到什么程度？它没有电，也没有汽车，又没有现代化的这种设备，但是他在那里做医生，做医师一直到死亡为止。那我们就看到他不是用嘴巴
来去工作，而是用他的医学的知识和熟练的技术来传播基督的福音给非洲的黑人。所以他用实际的行动来见证上帝的爱。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说，他出于内心丰富的爱心，他把自己的香油膏浪费在落后的这个地方，他通过牺牲享受富裕的生活，然后在黑暗的非洲很具体的表现了上帝的怜悯。所以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耶稣所要谈论的这个事情。所以有3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浪费是美丽的事情吗？浪费是美丽的事吗？在这边所提到的这个西门，他不是法利赛人的西门，因为法利赛人的西门，他也有邀请耶稣到他的家来吃饭。那他邀请耶稣到他的家吃饭，他主要的是什么？要羞辱耶稣，这个法利赛的西门。可是今天这个经文所提到的西门，他是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他曾经长了麻风病，但是被耶稣医治，得到痊愈的这位西门。所以他出于感激这样的一个心情，他就邀请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到他的家里来吃饭。当他们吃饭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经文的叙述，他们吃饭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位妇人带着一瓶名贵的香油膏进来，然后呢就打破了香油膏的这个瓶子，然后再把香油膏全部倒在耶稣的头上。当他做了这个动作以后，在场的人看了都傻了眼，认为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事，也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耶稣的门徒直接问耶稣说，为什么要浪费这么珍贵的香油膏呢？因为他们对这一位妇人的浪费，以及耶稣容许这位妇人这样去浪费，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而且经文也告诉我们，他们非常的生气。那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想法，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去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照顾穷人的责任就是落在这些门徒们的肩头上，所以他们就认为，如果变卖这一瓶珍贵的香油膏所得到的这个钱，就可以直接去帮助不少的穷人，来减少他们的痛苦。但是耶稣向他们说，由他去吧，为什么要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相信耶稣的门徒听到这一句话，会更加的不了解，浪费珍贵的香油膏怎么会是一件美事呢？因为在这边耶稣没有讲说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是一件道德的事，或者是说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当门徒们还在犹豫疑惑的时候，耶稣他继续的讲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交在我的身上。就当耶稣把妇人所做的事情跟他的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香油膏浇这个香油膏在耶稣的头上，变成去膏耶稣的尸体，一种象征的行为。而香油膏是活着的人送给死去的人最后的礼物。我相信在过去的2个礼拜，我们也经历过了耶稣他被抓、被钉死、被埋葬以及复活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把它连接起来，我们的信仰可以了解到耶稣所讲的，他为我做一件美事。所以到这个时候，整个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因为耶稣把人们以为奇怪不合理的事情，他完全改变了。这位妇人他来找耶稣，可能他带着一个幻想来去见耶稣，但是耶稣
转变他奇妙的行为，成为神圣的葬礼的一个凭吊。那门徒们，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也从疑问、不信当中，更加看到了上帝不合理的这种计划。那个计划就是被高为圣的弥赛亚，他必须要浪费他本身，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才能够成为基督。所以换句话来讲，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浪费掉，才能够成为上帝所膏的基督。这个就是上帝的设立，是难以理解的上帝的真理。所以这一位妇人，她从幻想当中，门徒们从疑惑当中碰到了这个设立，因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所以耶稣所说的事，耶稣所说的美事，不是一种静态或是被动的事情，而是一种行动。当然耶稣他不否定静态的东西的美丽和它的价值。我看我们的教会，我到每一个教会去，我们都会有献插花嘛，对不对？每次我都会说，那个花摆在这边，那个是一个静态的美丽。耶稣没有否定它这个静态的美丽，因为他会去赞赏这样的一种价值。因为我相信耶稣他不会说那一些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房子啦，或是汽车是邪恶的，或者我们可以用眼睛去看的东西，比如说一幅图画，或是晚霞是一个丑陋的，或者我们可以用耳朵听的东西，比如音乐，它是败坏的东西。耶稣没有否定这些东西的价值，因为这些可以拥有欣赏感受的东西是美丽的，因为这一些东西使我们看见的听的，我们会赞叹不已，让我们的内心会充满的温馨喜悦和盼望。只不过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指出是另一个方面美丽的事物，那就是这位妇人把她所带的香膏打破，浇灌在耶稣的头上，使那一位妇人她本身跟门徒呢也都改变了。所以这个就是美丽的本质跟它的意义。所以事实上，一个人的改变不是别的，而是神迹。所以我们看犹太人常常去找耶稣，要求耶稣给他们神迹。可是耶稣说只有一个神迹，那就是耶拿的神迹。耶拿的神迹不是因为耶拿被那个大鱼把它吞了3天没有死而再把它吐出来，而不是，而是因为耶拿把生命的信息传给无恶不作的尼尼微城的人，然后他们从国王到最卑微的人都改变了，那是神迹。耶稣讲的神迹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真正的改变，那我们会有说不出的这种惊叹，说不出的兴奋，说不出的满足跟快乐，也让我们看到他本身的改变和他的救赎。像上个礼拜我在树林长老教会也去请安报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有8位慕道友要改变他们的信仰来信耶稣基督，全体会众的那种喜乐是不可言喻的。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美丽的事是美丽的本质。所以第二个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为基督的缘故浪费。为基督的缘故浪费，为基督的缘故浪费是一件美事。因为这一位妇人她出于对耶稣丰富的爱的这种感激，她打破了她珍贵的香油膏，并且呢把它膏在耶稣的头上，因而成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耶稣也对妇人所做的事情，他给予丰厚的这种回应跟称赞。所以如果没有丰富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不可能产生美丽的事情。今天这一件美事
摆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挑战。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有浪费我们的香油膏吗？可能我们会说，我一生的时间都花在这个教会里面，难道我为基督耶稣的缘故浪费我自己还不够吗？但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你是怎么浪费的？我们是怎么浪费的？我们从哪出来的香油膏，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香油膏？我们真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浪费了我们自己吗？或者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我们自己来浪费别人的生命？所以不少的基督徒，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问题的时候，会尽量的去回避，因为这样的问题会让一般的基督徒感到很不舒服。为什么会感到不舒服呢？因为教会已经变成一般基督徒要消费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要浪费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今天教会已经深深受到消费主义的这种影响。刚刚我们夏牧师有介绍，我是教历史的，特别是教教会历史，我也走访了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别原住民的教会。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把教会当作一个消费的一个地方。因为不少人来到教会，就好像在逛购物中心一样，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节目或是活动，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就跑到别的教会去找。那么他们来到教会，他们附加了许多不同的条件，比如说那个教会有很好的音乐，所以我才去那个教会，他附加了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个教会的教育设备的节目很好，所以他就去那个教会，他又另外加了这样的一个附加条件。然后甚至那个教会的牧师很会讲道，我很喜欢听，能够安慰我的心，他又另外加了这样的一个附加条件。甚至有的人说，那个教会的人很多，我不用担心被别人强加负担教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附加条件去到那个教会去。所以人们有很多的理由附加在他们来到教会的这个理由上面自己。所以当然人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去选择他们所要加入的教会，但是我们来教会绝对不是只想到要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我常常勉励我的学生说，你们将来做牧师做传道人，教会是要学习怎样付出牺牲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只是要获取得到什么的一个地方。因为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到25节说，凡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得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也是教会的本质，也是我们来到教会的唯一的理由。所以基督教会不是要消费的一个地方，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要浪费我们自己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在教会里面得到我们所想要的这种事物，我想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也违背了基督的教训。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像死海一样的，只获取而没有给予。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去过以色列，到约旦河，甚至到死海去。你看死海，它每天有好几万吨的约旦的河进入到它的里面。那么死海它没有出口，它没有办法排出去，但是死海里面的这些水每天被阳光所照射，水分被蒸发，那么留下来的是盐分跟我们说爹妈嘎啊、沥青等等这些化学的这种物质，在这个海当中，
所以死海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生物它可以生存，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海。所以我就观察到有一些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死海一样，因为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惠、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怜悯，像约旦河的水一样的流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他们独吞了，没有分享出去，结果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一切都被蒸发掉了。因此留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东西只不过是很咸的盐分和乌黑的沥青，因为他们的内心里面仍然充满着恶毒、自私、自我中心、害怕、怀疑、不信任、忧虑、烦恼，就没有喜乐和平安，也更谈不上仁慈和怜悯之心。那么也就不懂得怎么样以怜悯和仁慈去对待别人，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枯死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呢，也会枯死别人的生命。所以第三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可以这样子说，牺牲是让一个人、一个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教会、一个国家或是世界得以长存、永续发展下去的这个动力。我们只要想到今年所发生的武汉肺炎，有一些人，有一群人，好像有22个人，他们已经有半年多没有放假，牺牲了他们的放假的时间来守住这个病情，所以他们的牺牲让他们个人、让很多的家庭、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国家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他的动力。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就请我们不要只有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也想想别人的需要。你想要让你的家庭充满和谐和幸福，那我们就请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开始，不要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也多为家庭其他成员的需要去想一想。你想让我们的教会增长，那就不要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都去关怀别人。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的一个教训。只有遵从这样的一个教训，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人类才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因为爱人如己，它不是一个空话，也不是一个空谈，而是人类得以继续存在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举一个例子，一个故事，就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期间，希特勒他屠杀了600多万的犹太人。那就有一位犹太人的这个医生叫 Victor Frankl， 他就被关到最残酷的这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名字叫奥斯维兹，是波兰西南部的一个城市。一旦人被送到这里，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跟希望。但是这位医生他被送到这里的时候，他决定要活着出去，他不要死在那里。所以他就细心的去观察，求生之道。他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密，因为他发现被送到这个集中营当中能够耐久、活得比别人久的人，不是那些身体很强壮、有办法去抢夺别人食物来充饥、抢夺别人衣服来御寒的人，而是那一些用爱心对待别人的人。因为这一群人，有人饿了，他们拿自己的一部分的食物给他们吃；有人因为天气寒冷，衣服不够御寒，一直发抖，他就拿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那么有人伤心失望，他们就去安慰、去鼓励他们。他就发现这样的人活得比较久，他能够熬过恶劣的环境跟痛苦。倒是那些身体强壮、只会抢夺别人的衣服、食物的人，他们不仅仅没有办法熬过痛苦，也很容易病倒死去。
所以这个医生他就说，耶稣基督所说的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样的一个教训，能够帮助人熬过恶劣的环境，能够支持人在绝望的情况当中看出希望。所以我们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希腊跟罗马的文化跟他们的文明不能持久，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暴力、残酷、欺诈，是失去人性的。所以圣经一再的强调，唯一能够拯救这个世界跟人类的，就是基督的爱。要拯救这个世界和人类的方法，就只有实行耶稣所说的爱邻舍如同自己。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所以同样的道理，一个增长兴旺的教会，就是教会里面要充满着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这群弟兄姐妹们走出了教会的门外以后，会默默无闻的在社区里面牺牲自己，为基督的缘故浪费自己，打破自己来服侍别人。所以除了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教会没有其他增长的办法或是方法。假如我们的教会还没有增长，我们可能需要好好的去反省，就是圣经所说的悔改。我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所提到的这个史怀哲博士，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应该要有一个像他所设立的那个医院，这个兰坡连尼。那么兰坡连尼就是史怀哲博士他牺牲浪费自己的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知道是一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在1946年，因为在日据时代已经有4000多名的原住民变成基督徒，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教会。到了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了以后，这些基督徒从地下变成地上的，他就建立在每一个部落都有设立一个教会，一个礼拜堂在每一个部落。那教会看到如果没有神学院，可能这些教会他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延续。就好像在1624年荷兰人来了以后，在1627年就派了38位的宣教士来在台湾特别在台南这个地方来做宣教。可是到1661年荷兰人走了以后，也没有教会了。是为什么？因为没有神学院。所以当时教会也看到这种现象，那上帝感动孙雅各牧师，在花莲富士那个地方设立了台湾谢修嘎构，就是一山神学院的前身。为了让生命可以延续，特别在1958年，我们所敬爱的高金平牧师，他接纳了这样的一个任命之后，他筚路蓝缕的在礼仪堂的旁边来设立这个教会，就这个神学院。因为当时神学院已经破产了，有许多的学生已经寄读在台南神学院，可是高金平牧师他毅然决然的接受这样的一个重担。如果我们了解高金平牧师他的背景，其实他好像史怀哲博士一样的背景，因为他是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爸爸是医生，他可以有很好的生活的背景，在平地的教会，我们汉族的教会和活络人的教会去牧会。可是他宁愿花了他的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来打破自己，贡献他自己，甚至牺牲他自己，让这个神学院可以一直生长到现在。甚至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原住民的牧者，他们也可以在教会在部落里面做很好的一个见证。那这个神学院能够继续留存到到今天，乃是各个地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或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用你们的祷告，你用你们的支持，甚至你用你们的奉献，像这一位妇人一样，打破了那个很珍贵的真油膏，浪费在一山神学院。虽然你们没有在礼堂旁边的一山神学院来从事神学的教育，也透过你们的支持，透过你们的祷告，甚至透过你们的奉献，你们也就相当等于是跟我们一起在礼堂畔的一山神学院从事神学的教育。所以我仅代表一山神学院的院长跟教职员生们来跟弟兄姐妹们说，谢谢你们，也感谢你们，也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您，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不仅仅感动了天父上帝，也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感动史怀哲博士，甚至高基民牧师，愿意打破他们很珍贵的生命的真拿打香膏，为那个不起眼的弟兄姐妹们来牺牲奉献。也愿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成为我们的故事，让我们在台湾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成为你很好的一个见证。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咱真感谢南无一心牧师用圣经的经文来勉励咱。咱要来吟首回应的诗歌，521首圣诗。你若欠缺真失望，咱坐咧吟，一面来思考，拄则通过一心牧师所予咱信仰的反省。一个公道的时间，要邀请咱为着几项事作为开声来祈祷。头一个，咱通过拄则一心牧师互咱的勉励，咱家己省察，咱甲主回应讲主啊，我毋是一个来教会要享受、要消费的人，是学习亲像即个负责人，欢喜浪费家己。浪费家己是要得到新的生命，互主的教会更较兴盛，用三听、关怀、付出来得到新的生命。
求主互咱有这款的信心甲气力，求主来帮助咱，咱决意相听。第二，咱为着玉山新人院来祈祷，伫即个专门为着培养咱台湾这原住民各族的这传教者、这事工的人才，求主赏赐智慧、气力，也有够个经费，伫即个新人院的所在，互这牧者的栽培拢有真有效果，来造就祝福各地伫原住民的教会。咱若款是你会当用开声作为着这事来做祈祷。现在主，我上来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你的圣心做工。主，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所在领受圣经的话。主啊，帮助阮，毋是只干来遮要享受社会、享受别人的服务，是阮真正学习亲像妇人人，伊愿意拍破家己的玉盘，会当将香油抹来放清出来，来抹耶稣，来膏抹。这个牺牲，真做一个新的愿望，真做一个新的信心，真做一个新的气力，真做是新的开始。主啊，感谢你，互阮也为着玉山新人院的发展来祈祷，求你赏赐这些老师、学生，大家人有上帝你美好的供应，而且有好的栽培、扎实的这个训练，会通真做上帝你所使用尽中的工人。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哈利路亚，感谢你。第二项，咱为着咱的教会，咱来献上感恩，互咱真平安的经过3个月，这个新冠疫情的威胁，大家拢有平安。咱的教会各种的聚会也渐渐地恢复，也有几个单位也在做考虑的中间，求上帝亲自保守，互咱逐项事工拢有上帝美好的引带。咱也为着咱也有兄弟。会友的亲人，因为伫外国袂当倒转来，也伫外国的所在，求主保守因拢平安。第三，咱为着咱教会后礼拜要举行圣神降临节的圣餐甲洗礼式来祈祷，求主恩待保守，互咱搁一遍奉主的名来祈祷，做伙享受到上帝一家恩典的记号、救恩的记号。咱也为着咱的教会会当恢复正常的运作，来恳求主来甲咱同在。第二部分，咱为着教会病痛的兄弟来祈祷，求主赏赐医治甲透放。咱中间兄弟，你若有心神的软弱，或者是有肉体欠安需要代祷的，你通举一个手，也互兄同工人看见你，会当为着你做个别服侍的祈祷。上时咱的祈祷中，也特别为着咱台湾这个国家。来献上恳求，咱的总统第2任伫5月20正式就任，过来这4年，求上帝保守，互咱台湾平安度过种种的挑战，互咱兄弟姊妹、咱的同胞大家同一合作，互咱的国家经济、政治、人权以及这所有的社会拢大大地的发展，台湾的百姓伫这所在生活。更较平安，更较喜乐。咱大家做伙为着这个事开声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大你的大恩正人伫阮的听，伫你的中间。主啊，求你圣神保守，因从阮伫行事顶咱荣耀你的性命，你的膏抹，甲你的恩典，你的祝福，拢赏赐伫阮正人的中间。感谢俄罗主，愿主你的恩待甲保守，拢伫阮。主啊，阮求你，阮的教会各种的聚会慢慢恢复正常的运作。阮也为着我哋教会后礼拜要举行圣餐，求你带领阮众人，大家用恭敬的心做伙组织，要来领受你的恩典的记号。阮也为着台湾这个国家祈祷，求你互阮会当走入一个受国际肯定，阮全国的百姓大家同心合一，也互国家伫新政府的领导下面，互阮无论经济、政治、公益、社会在各种的行政的发展，上帝拢甲阮保守，阮徛伫这个所在，有领受着你的恩待，百姓平安甲喜乐，感谢你。是的，主，阮的上帝，互你的名来祝福阮每一个在座兄弟姊妹。阮经过这疫情的威胁了后，阮会当平安健康，用欢喜的心，搁一遍组织伫圣殿。这是阮对你领受上大的福气甲礼物。主啊，帮助阮
坚固阮的信心，伫上帝听下面，阮的教会各种的聚会、各种的活动，会当渐渐恢复迄个活力，恢复即个正常的活动。愿你保守教会下日即位，逐个人搁较有意向，较无搁一遍自执伫上帝你的线，互阮做伙迎接你的恩典，也做伙感谢上帝你的带领。愿奉你的名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是有心神肉体会艰苦病痛的，求你施了医治甲透放。愿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家庭大大小小，无论是伫国外，也是伫台湾逐个角落，你拢享受平安喜乐、信心甲健康伫阮众人的中间。感谢你，互阮无受到即个美好的影响，阮永远会当平安出入。求你继续带领阮，过来的时间拢有上帝你满满的祝福。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咱来奉献。请咱去吟奉的诗歌。为报告大仙，请咱掀开酒杯的后面，咱来背即个月的金句，伫箴言12章15节。咱做伙来读两解。憨人看家己的路做正直，独独智慧的人听人苦课。15节，咱搁一解。这是我来报告，请掀开酒杯的第2面。后礼拜的主题是夏牧师，事的是叶山林执事。咱看第3页，具体的交通。本主题是玉山实验院的纪念主日。咱真欢迎玉山实验院的研究所所长那么以信牧师前来请安报告。咱搁一解用咱的普话声来感谢伊的。咱继续为着即间学院来代祷甲奉献。咱看第2点，后主日今日是下晡1点，要来召开5月份的定期小会。本会定伫第3点，本来咱定伫后礼拜要来举行圣礼典。请咱
有要洗礼，咱甲咱的干事来摕报名表，咱已经有3位细汉囡仔要来洗礼，请咱来常常为即3位来代祷。咱看第6点教育组的训练，咱已经陆陆续续已经恢复实体的上课，请咱有来报名这个上课，请咱家己来看这个时间，注意这个时间。咱看第10点婚礼祝福，本会王和平长老甲美娟姐老师，公主王洪恩弟兄，咱定伫6月20下晡2点半伫咱教会要来举行婚礼，会后伫6点伫台南精英酒店来举行喜宴。为了统计人数，咱伫1楼的公告栏，咱有来登记。当时间也是用QR code 伫网络报名，到伫5月31截止，请咱注意这个时间，感谢大家的祝福。咱看第5页，牧区甲团契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关怀代祷，请咱常常为了这5大点来祈祷。中总会甲社区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第7页，咱的奉献的精神，请咱有出入的无正确的，请咱会甲咱的财务组来更正。以上报告，咱最后咱先请午餐的团长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吼！咱感谢主，伫这一次世界疫情咧漫步的时阵，咱台湾吼，有人会当安尼拍拍照吼，这是感谢主。徛伫咱教会有一寡活动拢渐渐要开放的时阵吼，爱心午餐的同工，咱伫昨吼，有要将近要20位同工咧讨论。讨论了就是讲，面对着疫情的开放的时阵。咱要安怎去个？但如果实施，咱要安怎去防范吼？至于帽套、口罩，还有要各自打，要由咱志工来打菜，甚至咱的卫生的设备要洗碗机要来设立，安尼烘碗机要来设立，这会筹备了。到尾牧师发现一个讲，咱若准做拢筹备好会友若讲也未完成，要安怎？所以伫今仔的时阵吼。咱就来有一个小可野手调节啦，就是说，你认为讲咱6月份以后吼，爱心午餐，要开始的时阵，你愿意，你同意，安尼这个时间的时阵吼，请咱野手，吼，这是你若同意6月份渐渐开放的时阵吼，你同意这个活动会当开始，咱请野手，咱。安尼志刚，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咱若摆餐你敢来食的野手就对啦。你要来食，若无食你办便来。咱6月份吼，开始要供餐，你感觉讲，无问题啦，我足爱食要来吼，野手者反知影你会当参加，毋当人准备几份啦，好无？无免供无免供哦。嘿，你若讲我搁安全上有顾虑哦，请观众兄弟我点人数一下好。想要来食午餐的野手来，点名一个吼，请野手。咱斗算下骹有人算无？有请人算无？楼骹咱请同工算一个来，会当参加食中昼的就对啦吼。咱毋知会当准备几份，无若准备100份来30个吼。你知影意思吼？牧师补充听有吼？你知影吼？好来，大概一个约束人数安尼啦，你搁讲。安尼吼，安尼大概人数，统计起来，你遐13嘛，加33。咱甲人数啊交互有当道就会使啊，讲互你知就会使啊嘛吼。多谢。你若无举手要来食，有哪会使啦？意思讲大约吼。大约看偌济人要参加的意思啦，吼，安尼吼，知影吼，好。谢谢，就是讲有准备无人来食的时阵吼，大家就变，大家干部拢包倒去食，安尼嘛是。
谢谢。多谢，我甲伊多谢，多谢哈。啊，咱的学长会特别来问吼，是昨开会吼，有咧讲，因为即个食饭是较爱袂使挂口罩嘛吼，啊，大家讲话嘛，啊，所以有安全顾虑的人，你也唔敢来。啊，咱讲准备足车草，你都唔敢来，就无彩啦。啊，所以要甲咱征询咱大家的意愿，啊，若感觉讲有人欢喜参加，咱坐少就开始会当准备啊，就对。啊，咱第二场再过来问一下，啊，大概人数差不多吼。当然，咱到时若正式宣布，咱还未正式宣布，咱会后礼拜咱正式宣布讲什么时阵要开始食中昼吼。啊，拢会配合咱政府的规定啦吼。啊，到时有啥物较要求，请咱大家配合，比如讲，咱莫大细声讲话吼，啊，食饭的时小可忙伤晚，这拢爱考虑就对。啊，毋过咱基本上咱知影讲，这个是真安全啦吼。总是咱就尽量莫讲违反违规就对吼。啊，这是咱其他的啦，因为有真侪兄弟咧问讲，是从对咯啊，是什么阵要开始食饭啊？安尼，其实毋是重要，毋是食饭啦，是大家坐咧交陪吼，到用礼拜三米4就走啊安尼。感觉大家看到面讲话吼，关心一下继续好吼。啊，咱期待啦吼，咱的这个疫情拢完全消除啊！啊，咱大家人真欢欢喜喜，啊，咱会当做伙组织，这是咱会后的食饭联谊上好的时间吼。啊，牧师阁做一个补充，啊，就来做结束吼。咱今仔日呢，为着玉山新人院来关心奉献，啊，咱知影讲这边疫情的关系吼，各教会奉献拢基本上拢减少啦吼。毋过牧师小可有注意看，咱前4个月，咱前说咱富强教会虽然会友出席，真正有较减，啊，毋过小看吼，迄个奉献的金额看起来无减介济呢吼，表示咱兄弟无来做礼拜，嘛继续咧奉献啦吼。当然，你若有感动，讲我都2、3月、3、4月，我减奉献的部分吼，你对上帝的承诺搁甲补起来，安尼搁较好吼。啊，互咱的即个志工长咯袂烦恼啦，袂烦恼讲话正无经费，后尾哪经营就对啦吼。啊，这真多谢咱也为着啊，咱的玉山新人院继续来关心。若是你今仔日无方便，咱迄个奉献地啊扎咧，转去厝祈祷一下，讲啊，我会当为着玉山新人院奉献安尼，啊，他搁后礼拜摕来拢会使吼。搁来是咱后礼拜吼有要圣餐，顶礼拜已经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咱搁看一个图片。咱后礼拜为着要互咱领圣餐吼较安全。吼，咱较早就是一块饼手来捏嘛吼，食了了，搁摕一杯，搁接。咱即马有一种新型的，就是讲伊一个底做伙，像咱咧食迄啥，迄蒟蒻果冻安尼啦吼。啊，咱的长老做一遍芳互你，啊，你摕一个起来，放伫手里。啊，牧师有哪照迄个时间来主持，大声来享受饼。啊，你着甲第一层迄薄膜啊，透明的第一层吼，甲扭起来。顶悬一块细细足细地饼吼，啊摕咧手，啊咱讲做伙来领受，啊咱就食，食了后，牧师阁讲，请咱大家做伙来享受杯，啊你再阁扭第二页就对啦，第二页迄个无透明的部分扭起来，啊迄内面就有果汁哦吼，啊咱做伙来啉，啊啉了后你迄个物件甲留的，等较礼拜三才去等伫迄个回收桶，啊你知影吼？安尼会比咱原来。咧分饼甲分杯时间继续省，因为咱一遍分大家摕着啊。啊，所以较重要的是讲，咱已经过偌济停止这边的圣餐啊，鼓励咱吼，大家互相相招啦。牧师伫周报也有写讲，咱经过这3个月有的会友，可能全惯势啊，全无来教会礼拜啊，所以即马已经疫情较冷啊，啊，咱就来互相招呼吼。啊，所以即礼拜咱转去厝，甲咱。原来咧做礼拜讲，最近拢无看到某咪兄、某咪姊妹，敲一个电话甲关心者讲，来哦，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要来领圣餐，后礼拜圣神降临节上帝祝福的节日，吼，咱大家做伙来参加吼，啊，用这个新的圣餐的模式啊，做伙来享受啦吼。啊，拄则咱讲爱餐的部分，咱伫后礼拜咧参考各种的单位的设计了，正式咱伫周报公告，什么时阵要开始。啊，来做爱餐吼，啊，搁一项就是讲，咱有早祷会，啊，咱的即个拜五的祈祷会也已经恢复，啊，咱拜五祈祷会暂时
伫礼拜堂啊，所以迄个环境更较好势。欢迎咱有小组聚会，甲无小组聚会，你若时间会好势，7:50拜五永暗做伙来祈祷啊，做来领受祝福吼啊。咱也尝试用口头阁甲咱邀请吼，就是咱的上年团契已经停4个月啊吼，停4个月啊。啊，咱对6月初2拜2，咱有即个小组型的幸福小组。啊，咱请这长辈开始来参加。6月初3有一个读册会，吼，这拢有邀请过。啊，重要是6月初6，就是拜6，吼，6月初6的拜6，吼，佮2礼拜后的拜6就对。咱的上年团契正式要恢复聚会，啊，咱这长辈吼，大家足期待啦，吼。迄阵是讲啊，都还未准备好，歹势叫你来。啊，即马恢复啊，就毋通讲。啊，恢复煞无人来，啊无采咱大家准备甲吼。上年大家爱烧少哦吼，恢复安尼7、80个来做聚会，感觉足烧咯，足闹热吼。啊，咱遮个兄弟嘛拢准备点心要等你啊啦吼。啊，大家踊跃来吼。啊，主日咯吼，主日咯有较慎重，因为囡仔聚会啊，所以也要伫后礼拜中昼吼来开老师的会议啊，正式决定讲什么阵要恢复主日学诶。即个上课吼，啊，咱注意看周报，还是讲咱的群主会甲咱做通知吼，用者会甲咱做报告。咱啊，为着玉山寺来继续祈祷啦。咱的以心牧师吼，伊讲中昼食饱了，伊就要搁开车转去花莲。啊，伊即礼拜讲踅台湾踅一踅就对啦，去树林去中基啊，今仔日来咱遮，啊下晡就搁开车转去，明仔载要搁上课啊吼。啊，咱也为着玉山寺来祈祷，好，来做结束。请咱起立来唱上元391首，啊，咱临时刷咱遮南无一心牧师来祝祷。Nanay, malali tamuanan ko atay no tapang ayes, ato nukawas, ato nibikapo to fang sa atingo，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及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帮助，在你们每位弟兄姊妹同在，特别在武汉肺炎疫情的阶段，让你出你入都平安。阿们。咱恭喜下这大家吼平安顺行有望吼，啊，这个雨水无影响咱。咱请小队员啊，咱这学者吼，那方面，等下来头前来甲咧以心牧师做一个翕相做纪念，好无吼？咱散会有了吼，好，多谢。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他是耶稣，所以预备好你的心，将你的颂赞荣耀归给他，敬拜他。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
来敬拜。耶稣以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